咁就過咗30幾年啦。其實雖然呢一個音樂會咧，演唱會嘅題目係叫做35週年啦。其實如果由我第一張 EP 同大家見面咧，而家應該38年㗎啦。時間真係過得好快。在座細過38嘅，唔該俾啲聲聽下。哇！全場都係好年青喎。咁認識咗我超過38年嘅朋友，啲聲音咧，我都好安慰，因為經過咗咁多年，你哋依然會嚟睇我嘅演唱會，真係好感動。嗱，其實咧我都係一個普通嘅青少年嚟嘅，當年，我都同好多人一樣咧，嗰陣時咧就伏喺收音機旁邊，等待自己傾心嘅一啲歌，中意嘅音樂，然後咧撳定嗰個錄音掣，又撳定嗰個暫停掣，一聽到嗰啲節目廣播嘅主持一播我中意嘅歌咧，我就鬆手，就錄低嗰個歌，自己做一個卡帶嗰啲磁帶，然後自己抄歌詞喺一個習作簿裏邊抄歌詞。你哋有冇咁做過啊？我就係當年呢啲人嚟嘅。咁我當時咧，我最憎係咩咧？我最憎就係我一錄隻我中意嘅歌，音樂起咗冇耐，嗰個 DJ 講嘢喎，又話介紹邊個啊，介紹隻歌啊，仲講埋晒啲唔知做咩嘅嘢，咁啊好嬲嘅，因為我想錄低自己設計一餅磁帶噶嘛。所以咧，你話上天嘅安排係幾得意咧？我最憎嗰啲人咧，結果我就做咗嗰啲人啦。我就做咗一個 DJ 啦，後來仲要喺前奏嗰度講嘢，等你哋錄唔到音。不過我諗大家都係有差唔多咁樣嘅對音樂嘅愛好嘅經歷。我由70年代啊，一路好似有部分嘅朋友咁樣啦，就抄歌詞啊、錄磁帶啊，一路走到今天。即係我做咗一個歌手啦，做咗一個音樂人啦。咁所以咧，始終都覺得咧，冥冥中有安排。我同音樂咧有不解之緣。